在更高维的异世界元界中，人们享有着超然的欢乐与和平。他们通过意念化成不同的元气，再通过元气释放异能，称之为异能化物。而根据元气能量的不同，划分出 P1 到 P10不同层级的异能时，元气的终极形态是化成人，可再极致也突破不了化物的限制。但传说还有一种不借助外物的超级能量，叫做异能化气。罗杰，元界的满级 P10异能师，他的元气是一枚怀表，拥有着最高阶的异能定格时空。就在做终极修炼的时候，一股奇异的能量将他吸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再叫两声。好狗！这就是风系统首富流落民间的私生子啊！来，阿拉，再舔一下。真舔啊！好狗，好狗！继续舔呢。麻烦先借点钱给我，我一定能赢回来。我做什么都愿意，请你们借点钱给我，我求你了。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我求你了。点个火。哎，好。别抖啊！哦，好。别太过分了。哎，是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，闹着玩呢。这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这场戏真精彩，马上就到了他该死的时间了。算你走运，这钱我就赏你。来呀，来拿呀！哎，拿呀！死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死了，老大，把他给砸死了吧？哎，走，真晦气！
好吃，真好吃。不错不错。老板，这个真好吃，是叫面条吗？哎呀，您吃的差不多了，赶紧走吧。啊，来了其他客人，位子不够了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可以一起做嘛。他们是钱帮的人。钱帮啊，你是外地的吧？他们惹不起啊！懂不懂做生意啊？没看见我们老大来了吗？赶紧让这杂碎给我滚蛋！我还没吃完呢。嘿，没吃完，我让你滚回家！老大，咱们走吧。啊，走。我们啊，走？对，你个没用的玩意儿！这丰西城还有我蛇皮惹不起的人吗？别惹他，老大。哎，这位子是老子的，赶紧给我滚！干嘛这么凶嘛？哎，咱们可以一起做呀。哎，滚！做呀！刚才不还非要做吗？怎么现在不做了？滚！啊！你们是看见我死的人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我是怎么死的？你不要走！哎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很友好的呀。你给我弄他！给我弄他！这些人真不友好，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火气别这么大，来，喝茶，喝茶。哎，我就想问你一下，我是怎么死的？我说，你让我想想，我看到你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这样的。幸好元气可以定格周围的时空，我怎么会来到这儿啊？必须死在血液之时，才能触发这张穿越。如果杀人是为了让我来到这个世界，那么杀人者就不是这个人。人呢？人呢？得找到时空守门人，才能回原界。时空守门人呢？我这可是1等1的元气，总能感应到吧？怎么还不来接我呀？你认识我？神经病！哎，你也不知道我现在长什么样子？难道我不帅了吗？你见过这个人吗？神经病！怎么那么没有礼貌？是啊，怎么那么没有礼貌？哎，你也在找他呀？对啊，哎呀，这么人海茫茫，
找一个人很难的。这不是悬赏的2万银元吗？卖人啦！卖人啦！快来看看呀！只有1个人买，货就会亏本；10个人来买，就能赚3倍。我要等多些人来啊！这就是首富重金悬赏的私生子啊，真有意思。这又是哪儿啊？我堂堂一个元界异能师，怎么被一个小姑娘抓了？我可不想对你动手啊！你打不过我。好，我就让你真正的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异能化物。我要他的怀表，1个银元。我的元气呢？货看清楚了，大家才会来买呀。真是不想走了走了。别走呀！收摊儿吧。你为什么没人买呢？3万，我出3万！怎么我一脱衣服就有人买呀？需要打包吗？要送货上门吗？哎，这么草率的吗？慢着。我们还没报价呢，会不会来买我的人，就是杀了原主，将不引来这个世界的人啊？好多人呢，可以赚好多钱了。奇怪了，这些人的身上，我并没有感应到异能啊。我出3万2，4万。4万5， 4万8， 4万8！天哪，确定吗？4万8，还有没有出5万的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？还有吗？哎，我最后是跟你走吧，要不你把面具摘下来，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。有没有5万的？有没有5万的？4万8一次，4万82次。我出10万。10万？哇，这么多！好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哎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。你哟，这不是咱们丰西首富的独生儿子罗恩少爷？嗨，什么独生儿子呀？这私生子找回来了，那他就不是独生子了，有人跟他分家产了。伪装跑来重金买人，看来我们罗恩少爷是害怕了呀。就他一个野种，哎，还是个不要脸的野种。你这是怎么说话的？带走。哎，我可不敢跟你回去啊！万一你想独吞家产，悄悄把我杀了怎么办？你再啰嗦一句试试。他怎么中枪？是谁？
是他。冷不冷？不冷，就是有点吵。我爹说了，你太吵了。你爹，你敢打我？别吵。是13爷，24年前夺得虚华一言的人，就是13爷。钱大，13爷，真是13爷。爷，不知道是您来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进来吧。馄饨煮好了，要趁热吃。别打我！你别打我！嘘。吃啊，吃吧。好吃。20多年了，不容易啊。当年老板啊，还只是弄个小板车，在街边啊摆个小摊儿。那时候啊，我年少气盛，得罪了当时的黑帮老大。站住！黑帮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来了，还是一碗馄饨加量是吧？快躲起来！你猜我看见什么人了？怎么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没自我介绍呢，我呢就在街道上混日子的，朋友们都叫我杜13。丰西南北城，南城9街12巷，大小铺面300多家，我勉强管着182家。刚才所说的所有铺面都在这里。你来做我钱帮的少主，怎么样？难道真的是他？我们素昧平生，你把这么大的产业交给我，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才能啊？你当然有了。我的手下和我说，你死里逃生，还能躲过子弹呢。原来是因为这个呀。这是我干女儿小七坨坨，她呀很淘气，让她做7堂堂主，不干，非要自己闯江湖。没想到还邂逅了你。哎，你们可真是缘分呐！哎，这可不叫邂逅啊！我让她做你老婆，怎么样？放心，一定是贤妻良母型的。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你回来！小七，站住！这就是我跟你说的，你的丈夫。看什么看？哎，我可没答应哎！今天，哎，你别过来啊！站住！你别动！你是我丈夫，我当然要看仔细了。你别过来！哎，你别过来！哎呀，20多年了，终于等到你了。这个时空也终于等到你了。
等！哎，小七，你一定要努力做个好妻子。好强的异能！请上车。请上车。请上车。于大，进屋吧。江湖事，别动枪。请上车。不许动我丈夫！车里的客人不出来吃碗馄饨吗？请下车。来一碗馄饨。我要了，罗老板，好大的口气呀！
哎呀，你们来晚了，这馄饨啊，就剩1碗了。周老板，这1碗馄饨，我们俩咋分呢？我呀，年纪大了，要不还是让给我吧。我手下养着这么多人，都是要喝些汤水的。你那些兄弟们连门都进不了，何必留着汤水给他们呢？过一会儿，他们就进来了。那13爷，这1颗馄饨也留不住了。哎，你们还是别抢了，我们都饿了。这碗给我们吧。儿子，我是你父亲呐！你就是丰西城的首富罗斯福。哎呀，真麻烦！这钱帮的老大和城中的首富都想要我，可人钱帮老大给的诚意很足啊。你呢？能给我什么？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父爱。哎呀，果然是10年不变，还是1毛不拔的奸商啊！看来13爷守着这么些年的馄饨摊，如今也是守不住了。从今天起，这条街的店面就不劳烦您照看，如何？儿子，走吧。等等，小七啊，你是他老婆，应该跟他一起回到罗家。老天！哎，听话，你要好好照顾你的丈夫啊。他会遇到的危险比今日可怕的多，但是他的命比你的命还有我的命更重要，知道吗？去吧，好好照顾你的丈夫啊。为什么不能听？你说你是我的谁？
大哥，我错了。敢让你大哥叫你爹啊？叫你爹，叫你爹，叫你爹，叫你爹啊！叫你爹，叫哦，对了，大哥，我记得你异能化物画了一块表，那个表呢？丢了。你说，异能为什么只能化作元气，不能化为我们自身的能量呢？那就是传说中的异能化气，不借助任何外物就能获得毁天灭地的能量。不过，这也只是传说，从来没有人能做到。毁天灭地的能量，要是真有人能做到的话，那真是太可怕了。哎呀，别说什么毁天灭地了，想想你自己吧。要凶手就是在杀害你身体原主的时候，遇到了血月。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。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让你穿越过来。能知道这种方法的人，只能是我们异能师。对了，为什么能让我穿越的原主是你的私生子？大哥，你看天不早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回家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是不是为了让我叫你爸爸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回家聊。哎，回家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们等等我！老爷，是我没用。你不奇怪，我知道这么多人对罗杰感兴趣，为什么今日抢人，我只带你一个人来吗？这既要让罗杰知道我们对他的善意，还要让他顺理成章地回到罗家，这才是今日这一局的目的。见到我儿子，你还是叫我一声爹吧，要不然我这一家之主的威严，你懂的。哎，起开！我大男人别扶我！起开！老爷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耳朵疼死了！爹，这是谁干的？把你打成这样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打的呀！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他勾结钱帮他女儿把我打成这样！这。爹，娘刚走你就带个野种回来欺负我，你不是说娘是你唯一的真爱吗？哎呀，儿子，你娘当然是爹唯一的真爱了。那你还带她回来？这个家有我没她。哎，你说对了，我俩确实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。爹，你选吧。哎，儿子，你从小在家呢，就没吃过什么苦，爹是最宝贝你了啊。你现在呀长大了，也要经历一些磨难，对你呢也是没有什么坏处啊。缺钱了就跟爹说。什么？哎呀，你刚刚不是在说这个家有他没你吗？那出去了要照顾好自己。我搬出去啊？爹，不应该是他走吗？我走啊？困了。哎呀，你看你哥都困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别让你哥休息。来，快，我自己来。我的腿，对，走，对，
我的腿！哎，快！哎呀，快点！不是你，不要我了！我自己走。怎么？你想出去跟他玩？去吧。如果把我从异世界引来的人就是罗斯福呢？那他一定不会开时空之门让我回去。哎呀，真是累死我了！哎呀，你别笑，等你有了老婆孩子也这样。那我觉得还是别有了。打开时空之门吧，我要回去了。这就回去？你不打算查清楚杀害你身体原主的人了？你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其他的异能者，你会不知道吗？这么说你穿越过来就是个意外。好，我送你回去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异能师，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凶手就是你？快回去，进入时空之门！快回去！快回去！手里怎么没有把枪？这怎么回事？你的元神，你的元神怎么才能回来？你快说，你快说呀！我为了一直留在这个世界，和我的妻儿在一起，我将我的元神和身体结合在了一起。我如果死了，时空之门就打不开了。凶手想让你留在这里，大哥，替我照顾好我儿子。差不多了，带些人给少主回家吧。
石口之门就打不开了。刚刚开枪的不是你，凶手想让你留在这里。我一直看着你，你从屋子里面出来，坐了好久好久。你怎么多了一把枪？我在想，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什么？我想不通。啊？有件事情很奇怪。这个身体原来的主人叫做阿浪，我朋友罗斯福说过，他是个很废的人，所以杜13怎么可能把钱帮交给这样的人？除非他知道，这个身体的元神早就换成了别人。啊？你说是吗？我听不懂。今晚我要去帮一个朋友办一件事情，你不用跟着我了。是危险的事情吗？是为了朋友必须要做的事。你不带上我吗？你很弱的。一直被人跟着，我很烦。杜13，是你吗？这背后的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吗？你没听错，他们说的是去罗家接少主。对，帮主跟二堂主去接少主了。哼，这好事儿从来轮不到我们4堂。赶紧的，抢在二堂主之前去巴结新主子，以后我们在前帮那可就青云直上了。可是我们还不知道新少主的身份呢。妈的，倒霉！前边就是前帮总舵，杜13就在那儿吧？知道，你还不赶紧滚！哎呦，我就说嘛，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变得那么强？你这弱鸡的样子，果然还是我那条狗啊！哦，原来他就是您说的那条狗啊！啊！我劝你们，还是别这么说。你又想吓唬我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忽然变强了，我也不怕。你打得过这些兄弟吗？还有，那个人，他的名号，说出来吓死你！前帮二堂主，风西第一高手朱雀，这一枪取5命，一掌碎人头，他能像蹂躏一只蚂蚁一样蹂躏你。受死吧！哎呀！谁？啊？二堂主，你这枪打歪了吧？他能一枪取5命，你觉得他能打歪吗？恭迎少主回家。少主，恭迎少主回家。快跪下！少主，少主，饶命啊！饶我狗命！我是一条狗！我饶我狗命啊！这天
今天是您回帮的大喜日子，这我们都是一家人呢。人和狗怎么可能是一家人啊？对，您是主子，我是狗。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！走吧。去见杜老大。对，他在等你。他一个人吗？嗯，他喜欢安静。老大在车里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些话你不方便听。明白。最忌讳的就是犹豫。看来杜老大杀人从来不犹豫啊。我们之间好像有些误会。罗斯福一死，钱帮来接我的人就已经出发了吧？你好像预判了他的死，可真是料事如神。我这么说，你可能很难相信。我虽然知道他今夜会死，但他的死的确和我没关系。和你没关系？可你既然知道他今夜会死，你就应该知道是谁杀了他。这事儿吧，有点复杂。首先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当我钱帮的少主。我就要一个名字，不要什么复杂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没事吧？叶景都，十三爷，好雅兴啊！叶景都才好雅兴呢。听说最近升职了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你送礼呢。当着我的面开枪行凶，怎么不算是送我的大礼呢？等一下，你不能带走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我向他开了枪。你们钱帮每次都玩顶包这套，有没有点创新精神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，因为我是警察。警
查，枪是杜十三从我手里抢去的。比起被我逼问凶手的名字，他似乎更愿意被带进警局啊。请用茶。你们这是在干嘛？老大，局长电话。说我不在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我不会放了他的。咱们警局警力多少？48人。前帮有多少人？200-300吧。你觉得这么些年是我们警局在压制着前帮，还是杜老大在约束着他们？放人！老大，那咱们放人吗？老大，就算您现在不放，那局长直接下命令，您还不是得放？哦，对了，早上有人来警局报案说商会会长罗斯福死了。你们俩斗了这么多年，他死了，你得益最大吧？那个报警人指认了凶手，还说了凶手现在的位置。那等我先去抓人。既然杜老大有买凶嫌疑，那就先关着吧。这个男人没良心，贪财卖友杀父亲。这个男人没脸皮。怎么会有这样穷凶极恶的人？太不要脸，太可恶！究竟是谁？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。打听清楚了，困在警局呢。走。哎，别着急出门啊，咱们兄弟俩聊一聊吧。这样没有脸皮、不讲义气、杀害父亲的人渣，让他来统领前帮，你问问兄弟们，服吗？不服！老哥，当下最要紧的事儿，不是接老大出来，而是趁着老大被困在警局的这个时间，除掉这个魅惑老大，甚至会毁掉前帮的废柴呀，哥！看到他了，有人在街面看到他了。跟我走，为前帮杀废柴。是。老板，来碗馄饨。老板，你这馄饨变难吃了呀？啊，这好几桌子，馄饨已经没了热气，显然是上了很久。可这碗里还装满了馄饨，怎么，大家不爱吃，干嘛还进店呢？你好，我的杀父仇人。他就在店里。嗯。不许动！别紧张啊，我是在帮你们关门呢。你是在对暗号吧？没有啊。奇怪啊，这门怎么关上了？
而且他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，也不合理呀。这看上去就像一个陷阱。去打听一下。是。怪不得你不怕，你找了钱帮的人帮你。啊，怎么可能？田帮的人怎么会听我的命令呢？打听到了，一大早就有人拿着枪冲进了店里。原来是埋伏人等着我们呢。你不信，我试试。进来呀！快，都进来！还敢挑衅我们！把枪架好，严阵以待。他们都在外面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是他们的枪准，还是我的枪快？要死，也是你先死。哼，先死后死没有区别，活和死才有区别。我活着，你们才能活；我死了，你们都得死。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可你这些人，他们愿意陪你去死吗？少爷，我不想死。活着好啊，活着好啊，麻烦真多呀。当街杀人，你们就不怕警察来抓你们吗？警察到的时候，已经死无对证了。是吗？人挺多啊。开枪的是哪个？是我。刚刚来警局报案的人，就是他。叶警督，你赶紧把我带到监狱去吧，关杜13那个监狱。算计我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带走。您可以走了。走？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？那个杀罗斯福的凶手招了，还有那天开枪的事情，他也招了，与您无关。是罗杰？你们这是在行刑吗？这就跟您没关系了。我要见你们叶警督。杜老大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还来看什么？他对你招了什么？他就是杀害罗斯福的凶手。不可能！你怎么那么确定？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。我就知道，叶警督是不会滥用私刑的。为了见我，没少动心思啊。知道是局，你还要过来？情况复杂，我担心他的命。叶警督，我有话想单独和他聊聊。不能让警察听的话，
那一定是我需要知道的事情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刚写的供词，够你关我10年的。记得我和你说过那个夜晚有人追杀我的故事吗？你遇到了一个人，他救了你。是他告诉了我未来20年会发生的事情，每一件他都说对了。哼，算命先生吗？他还告诉我罗斯福的死亡，也是他跟我说钱邦交到你手里会很好。我根本不信这些。信不信，你去见见他便知道了。24年前的我，12年前的罗斯福，都争到了见他的机会，得到了虚怀一言，才有如今的成就。24年前，钱邦老大一言的人就是13爷。虚怀一言。可是我被关在这儿，我怎么出去啊？我这几10年的江湖，不是白混的。什么？放了他？好，您是局长，这是您的权利。哎呦，这不是不可一世的钱邦二堂主朱雀吗？连你也寄予虚怀一言呐？难怪，面对如此大的诱惑，谁能抵抗得了呢？你说对不对呀？这次上车的人这么少，多亏的人必定是钱邦或者商会。二堂主，这一路多多关照。车还没开呢，还不一定。买票。这小子疯了吧？为了虚怀一言，所有人都疯了。小七，你不会下去帮他吧？这老大被抓，和他可脱不了干系啊。卖完了？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这开往华严山的车，每12年发车一次，但他的票不卖。那怎么上车啊？还剩4张票喽。野兽抢食，懂吗？
还剩3张票了。还剩2张票了。就没有文明一点的方法？文明？有2种人可以得到文明：有钱。我的，我的，有势。他们都是绝世高手，你要不走啊？规则就是，走到车门，我就可以上车，是吗？死活不论，只要你能进得了车门，就能去得到见徐怀龙的地方。还有，去寻虚怀一言的路十分凶险，但为了得到真相，你愿意豁出性命吗？起来啊！剩最后1张票喽！他要连这关都闯不过，那么火车到站之后的事情，他更闯不过去。站住！算了吧，打架不是你擅长的，你擅长的是学狗叫，杀亲爹。没有杀他，那是谁？鬼啊！这个世界上没有鬼，只有搞鬼的人。有人说，答案就在这列车的终点，所以我必须上车。
他求虚怀一言，是为了罗斯福。你看，没有我的保护，挨揍了吧？我还是得需要小七来保护呢，毕竟小七这么厉害。这一趟一定很有意思。我们到怀恩山了。到了，终于到了。小七，走，到站了。嗯。这个人上车怎么一直在睡觉啊？他可能是只乌龟吧。我已等候诸位多时了，诸位把武器交了，便可上山去了。我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山仆和大家形成的默契，不可伤人性命。怀恩山是先生隐居之所，先生在山上等着诸位呢。诸位可先去山上客栈歇息。只是歇息？先生说了，山上条件简陋，客房有限。诸位要是想住得舒服些，回程的列车随时为诸位开启。我们就是来找不舒服的。这山上的雾怎么这么重啊？太奇怪了。走。放在客栈杂物间就好。棺材需要吗？暂时不需要，就先这样吧。诸位，我看这上山的路比这下山的路还要难走。如果诸位打算就此打道回府的话，我们商会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盘缠，赠与诸位，略表心意啊。既然来到此处，就证明每个人都有欲望。某些人就不必再表现出什么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我们来是为了得到虚怀一言帮助老爹出狱的。这虚怀一言真这么神？
什么都能解决？马上就能知道。此城不易，20多年前帮主说过，这山上的人会越来越少，每天山伯都会派人下山，没有人能扛过第4天。多谢提醒。我是提醒小七，没有和你说话。诸位，要入夜了，记得在塔里客栈入住，喝点热茶。淮安山曾和警方有过约定，只要山上不出现命案，那么山上事儿山上了，警方无权干涉。可是江湖人士出手，哪有轻重啊？你说是吧，叶景多？白虎堂主的意思是，觉得为了虚怀一言，不惜在山上闹出人命，觉得我这个警方碍事了是吗？叶景都真是善解人意啊，那么我也就不多说了，就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送叶景都上路。我们的武器都被收了，怎么他能有枪？我担着不让山上出命案的任务，自然也不会没有准备。追！快跑！太奇怪了，这片林子怎么会下雪？快跑啊！快追上来了！你干嘛？这是干嘛？原来，这就是淮安山的秘密。白护公不弱，你先走。这是我们钱帮的事。白虎堂主，好巧好巧，这不是陷害帮主入狱的杀父贼人吗？我很好奇呀，你从警局出来用的是什么手段？正好啊，今天让你尝试尝试我的手段。找死！停！好强大的元气，居然可以让我隔空调动异能。太慢了。
太慢了，还是太慢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是白虎出手太慢了吗？不可能啊！他这么弱，怎么可能躲过白虎的出招？真没劲，不跟你玩了。站住！一起上啊！还得是我保护你吧？走。这怎么越往里走，雪越来越大呀？没错，元气就在这里。你别老盯着我呀！你是警察，我会害怕的。谁看你了？我就是在想，你这是什么功夫，身法这么快？功夫？我哪会什么功夫呀？我一个废柴，还需要女人来保护我呢。我来帮你。我们帮你吧。您这儿的东西卖吗？不卖。雪莉，水呢？来了来了。雪莉，慢慢吞吞的，没吃饭啊？人家家里呢，别太过分了。那件元气在他身上。我诚心买你屋里的一件东西，什么价都可。钱我不要，但是我们可以来猜谜。猜谜？ 3道谜题，只要你猜
猜对其中的一道，你就可以拿走你想要的东西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第一个问题，猪为什么是蠢的？啊？那就第二个问题，人为什么是聪明的？好难，好难，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？第三个问题，猪是怎么变成人的？猪什么时候变成人的？既然答不上来，那就慢走不送。哎，你容我再想想啊。人都走了还看？几位老板，在车站那些人知道自己打不赢你们所有人，所以收了你们的钱，让你们上火车。可是来到这里的都是拳头够硬的。老实说吧，今晚哥儿几个就要灭了山上其余的人，你们呢，把钱放下，平安下山，我们也能省点力气。怎样？说完了。说完了。打盆水来。水？做什么的水？洗手。啊？罗大老板，罗大掌柜，了不得，了不得呀！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。这次如果您见到了那位得到了虚怀一言，可一定要把我带上。放心吧，得到虚怀一言，成为风息之主的，一定是我。肯定是你，非你莫属。拿着，跟上。这大白天的，这地方怎么这么暗呢？怎么这么冷？这大白天的，这地方怎么这么暗呢？怎么这么冷？是有点冷。
坏事？他在办坏事。啊！哪一个才是元气呢？什么感觉？还是在他身上啊？你来了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就知道你是好人，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救你？我不想待在这里了，不想待在那个人身边了，他太可怕了。那个人？啊，你说白天那个老头啊？他不是你爷爷吗？他是我丈夫。什么？他是强迫我的，我不想再伺候那样的人了，求求你。救我走！这可不好办。我来主要是想问你，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物件？物件？你别闹了，我要阻止他做坏事。什么坏事啊？就是对女孩不好的事儿。什么事啊？就是项链之类的贴身之物。没有。一山之下，并无一物。这不可能啊！你若是不信，我褪去衣衫。哎！流氓！哎，我怕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就是一个男人做的坏事。我要保护他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你这么护着他？他是我丈夫呀。你个流氓，色胚！哎，你消消气！哦，差点忘了。在这能用异能。好厉害！小七，快来帮忙！好。好累啊！累死我了。谁啊？那个挨揍的。罗恩？我要去揍他。哎！
打架。好啊。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不会有事吧？可是罗恩也打不过小七啊。没醒，也不安全呀。有贼！小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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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小七。以前的种种事情，我一件一件记得很清楚。一个小丫头片子打人这么狠，你闭嘴！罗恩，有什么冲着我来？你为什么要杀我爹？没有，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为什么杀了我爹？不解恨，就这么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不如玩个游戏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这个女人我就砍了她双手双脚，扒光她的衣服，扔到乞丐窝。
别害我！别害我！这太可怕了！我要下山，我要回去。果然，一到晚上，真正的厮杀就开始了。蜡烛呢？没想到啊，你为了虚怀一言，连兄弟都敢杀。钱帮兄弟，听我号令，拿下他！怎么是我害的呢？你连父亲都敢杀，还有什么事是你不敢做的？我的确有杀人的理由，可这山上的人谁不想杀人呢？不过以朱雀的功夫，能正面伤害他，还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应当是他熟悉之人。可我不是啊，我是一个当街学狗叫、背地里杀害父亲，还把帮主陷害入狱的人。钱帮弟子，谁对我不是恨之入骨啊？我怎么可能毫无动静，当着朱雀面刺他一刀？我想，这个人只可能是你先用迷药迷晕了他，迷晕了他就不能抵抗了。白虎堂主果然料事如神啊！你怎么知道朱雀堂主中了迷药呢？该不会刚好就是你下的药吧？我为何要害他？杀了朱雀，嫁祸于我，山上钱帮弟子就会听你命令，这就是你的目的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大厅的蜡烛都被人拿走了，朱雀到的时候，应该只剩下这一个蜡烛。他点燃蜡烛，可蜡烛事先被人放下了迷药，蜡烛开始燃烧，迷药也开始燃烧，然后凶手出现了，砸伤朱雀，躲了起来，发出了声音，嫁祸给我这个替罪羊。白虎堂主，我说的有道理吧？这些都是你的狡辩，是不是狡辩很容易分辨？我想你身上现在还有迷烟的解药吧？哎，喏，堂主，你醒醒，堂主。哼，你找错替罪羊了。你武功怎么又变差了？我武功本来就差呀，只能虐虐这些不入流的人了。你是说我？哎，你可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你那明明就是使诈，明明没有出招，但是太慢了。但是所有的招数都打不到我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是出招，你还没有看清楚，你的头和身子早就分家了。哪里会有这样的招数？你试试。后会有期。刚才你在诓他，可他如果不相信你，白虎会为了虚怀一言，
对你下狠招的。那怎么办？只能一试喽。多谢解救堂主。看来你没有保命的能力。我几斤几两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你要是不信我，你可以直说呀。我刚刚要动一下，早就一命呜呼了。少主，前帮义气为先，刚才你为兄弟冒险，我朱雀将会依照帮主所托，全心全意辅佐少主。全心全意辅佐少主。让钱帮成为你的狗，你带着你的狗帮我夺得虚怀一言，如何？就是这个奇怪的声音，吓跑了不少人。我不信鬼神，我只信有装神弄鬼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？也许，探牺牲的谜底是找到虚怀龙的提示，我们分头找找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。你就是小七说的那个乌龟吧？随便晃晃就回去了。出来吧，我可是一个讲文明的人。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找一个不讲文明的人，请你出来了。罗少爷，你真幸运，今天找到我的人，能得到制胜法宝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在车站上缴的武器，现在所有人都是赤手空拳，你有了它，你就将无人能敌。这里面枪、毒药、炸药，应有尽有。你要让我杀人？这样你就能成为见到虚怀龙的唯一一人，而我就能早点下班了。这可是杀人！你想要什么？无论你想要什么，虚怀一言都能帮你实现。这难道不比那几个你不认识的人的性命更珍贵吗？如果你现在不懂，但你之后总会懂的。
看来你不想要这些东西，那我送你一段话吧。众生若是平等，就没有纷争。可是虚怀一言，有着令人成为众生中的神的能力。一个平凡的人，有了成神的机会，那纷争就这样开始了。你想好了，面对这场纷争，你该走的路吗？太极生的源头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客栈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不是中毒，也没受伤，就是睡得太死了。我在其他房间也发现2个人，一样的浑身不行。这个客栈有问题。没事的吧？我就知道你没事。我就想知道我晕倒以后谁会出现。上山以前，我们把武器、毒药可都交出来了呀。你们这些江湖人士想藏些东西上山还不容易吗？那你要搜身吗？哎呀，上山以后我一直跟你待在一起，哪有时间做这些啊？哎，你在林子里边没着凉吗？你敢把我丢在林子里？哎，叶景都，连环大案，这些小事儿就不用在意了吧？这些人虽然只是昏迷，但山上居心叵测之人太多了，我们还是要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医治才行。送下山，这么说来，这山居的山仆早就准备好了把人抬下山的担架。他也说过，开下山的火车随时可以出发。哎，叶景都，我知道，山仆是最有嫌疑的。不过，为何他们都睡死过去了，你们却好端端的？好问题。不过解开这个谜团是叶景都的工作。天快亮了，我得回去睡觉喽。走。问题出在这个怀恩山上，我得去找找那个山仆。下山路要小心点。是。人手不够，能否帮个忙啊？你怎么知道他突然会昏睡过去？我怎么能知道这个呢？快些吧，天黑了，下山的路就不好走了。您去那头吧。
你们未免也太刻意了吧？看来你们都联合起来了。不联合起来，如何对付得了前帮少帮主啊？带走，走。幸好啊，有人替咱们踩了这个陷阱，要不然以这些江湖手段，我们哪能过得去呀？走。好了，就这儿了。跪下。解决了你，后面的路就容易些。送你上路吧。三堂玄武，拜见少主。拜见少主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。你就是小七说的那个乌龟吧？小七告诉我，他说他认得你，很厉害的乌龟。我想，他大概说的就是我们前帮的三堂主，最擅长易容的玄武。总听帮主提起你，一路观察下来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小七被抓了，救他。让那些得意洋洋的人知道我们前帮的厉害了。哎呦，这江湖人可太吓人了！得给人活活打死呀！用力的打！我前帮的罗杰是不会屈服的！哼！谁？是我，商会罗恩。有事啊？你们这样太吵了。怎么，商会的公子哥要打抱不平了？哎，不，我只想安静的休息。一刀下去，干净利落，免得大喊大叫，惹人讨厌。怎么，不敢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敢？你个小白脸，想阴我？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杀了前帮少帮主，就等于跟整个前帮为敌。这样的买卖，老子不干！哼！杜13被抓进监狱，如今前帮二堂主朱雀受伤，三堂主玄武不知去向，阁下武功这么高，在怕什么？还有七堂主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他就放七堂主出来为我报仇，到时候你们两败俱伤，他就坐收渔翁之利，这就是他的算计。七堂主已经被我抓了。被你抓了？
少蒙我了，除非当着我的面儿把那七堂主给杀了。小七，老姐，过去。老姐，我们一起动手，你将他杀了，我将他杀了，怎么样？好。演技真差，玄武堂主，让你看穿了。这就是你们钱帮这次来的所有人。大家小心，这里有火药。这么多人陪你，太幸福了。点燃引线，你也会死，难不成你想陪我们一起吗？我怎么会在他手上？怎么可能陪你呢？老乌龟，快走啊！来不及了，你们快走！走！你们走啊！走啊！老乌龟，走啊！快走！老乌龟，走！这个人上车怎么一直在睡觉？他可能是只乌龟吧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。你就是小七说的那个乌龟吧？很厉害的人物。我们钱帮的三堂主最擅长易容的玄武。三堂主玄武，拜见少主。
看什么呀？杜老大终于等到你了。你也信他那套？我都信了半辈子了，能怎么办？接着信呗。只是你小子好像不太靠谱啊。哎，靠不靠谱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呀。乌龟，快走啊！走，快走！我不懂。你当然不懂。他凭什么？我和他才认识多久啊？就因为那些蠢话？因为24年前杜十三听到的虚怀一言，说我能救钱帮。对，愚昧至极。玄武从小混迹江湖，但他心不狠，总被欺负。有多少这样的人，稀里糊涂地混起了帮派，可又做不了杀人越货的事情。是老大的钱帮收留了他们。可是，老大希望帮里的人能够堂堂正正的活着，活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所以，他对帮派的人约束越来越多。可是，我们这些懂拳懂脚的人，不在灰色地带里走，又怎么能够活得好呢？但是，老大，还有玄武，相信你能办到。钱帮堂主玄武惨死，社死牌位，祭其英灵。敬枉死的英灵，邀诸位同饮。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，搞这些名堂，真是好笑啊！诸位，我来给大家说说这几日山上的秘密吧。山上雾气浓重，在这样的雾气里含有微量的毒气，吸入以后会感到四肢沉重、头脑昏沉，甚至陷入昏睡。而解药就在你们房间的茶水里。我们检查了那些昏睡的人，他们房间里的茶都没有动。贾老板，我记得你是做药材生意的吧？你应该在第一天就发现了这其中的不对劲吧？是。巧了，我们的玄武堂主也擅长药理，我们也是在跟他见面以后才发现了个中缘由。茶需要每日一饮，你们以为喝了今天的茶，但其实你们的茶早就被我们换走。你喝了这杯茶，你们就可以留在山上了。你给我！但你不配。以此祭枉死的兄弟们，你们可以滚下山了。我要见徐怀龙！我要见徐怀龙！给我！
我要为兄报仇！一切命案由警方受理，不可私下寻仇。凶手就是他，我们大家都是证人。爆炸发生之时，我就在客栈附近，我看见罗恩从客栈里跑了出来。客栈离爆炸现场那么远，他不可能一瞬间转移。叶警官，救救我！我一个无辜之人，可不能被土匪冤死啊！我说了，命案之事由警方受理，相信我。诸位，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山上茶水有限，这是最后一壶了。怪不得没有人能够在山上待够4天，看样子，最后一关要来了。所以诸位，晚上乖乖待在客栈哦。那个女孩在哪儿？就是从老头那儿带走那个。不知道。哎，今夜是最后一关，若没有雪莉身上的元气相助，就麻烦了。他是回到那个老头的家里了吗？这罗杰去哪儿了？跑这么快？你再问我一次，你将话表给我，不就是你也想杀了罗杰吗？谁？怎么，身手这么差？转过身来。是你？你跟罗恩勾结，要害罗杰。居然被你识破了，那我就只好灭口了。不许动！为什么要杀他？罗杰，茶水的秘密，诸位已经知道，也喝了解药了。那想必明日午时，大家都会陷入昏睡之中。
但虚怀先生呢，想要在明日午时之前就将有缘人给定下来，便委托我留下了一个谜题。这道谜题有3个问题。你回来的好及时。1，猪为什么是蠢的？2，人为什么是聪明的？第一个问题，猪为什么是蠢的？第二个问题，人为什么是聪明的？啊？第三个问题，猪是怎么变成人的？猪是怎么变成人的？3，猪是怎么变成人的？问题已经出完了，那么有答案的，明日便带着答案来找我吧。猪为什么是蠢的？哎，怎么？你又想杀他呀？不是我要杀他，是他要害你。景都是不是喜欢罗大哥，所以讨厌我？可我也没有办法才求着罗大哥救我的。我不是故意黏着他的。你敢说，你就没有一丝一毫喜欢罗大哥，没有对他动心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反正你是死是活，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哎，是啊，在叶景都眼里，我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了，因为我也对你动心了。猪为什么是笨的？你一直在想，你是谁？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一步步走到了这里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一股力量引导着你来？这个神秘的力量杀死罗斯福，将你困在这里。这个神秘的力量让钱帮的掌舵人坚信着你会拯救钱帮的预言。还有山上。让你感受到异能，而一步步上山，走到了这里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力量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是谁？是你，都是你做的。是谁？我们不想昏迷着被抬下山，所以准备提前下山去。你刚才睡得挺死的，脸色非常难看。他担心你，所以要等着你醒来。我没事。猪的谜题，我知道答案了。是什么？我们都是那只猪，蠢的被人操控着。啊，那人是谁呢？马上就知道了。
时辰已到，3个问题的答案，有人知道吗？我知道答案。您的答案是？答案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1个时辰以后，这些没有喝茶的人都会昏睡下去，除了我，因为我身体里边有异能。这是虚怀龙为我设的局，带路吧。恭喜，钱帮罗杰答对了。等等，罗恩公子是不服气吗？见不见虚怀龙我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，一个杀人凶手当着大景都的面可以逍遥法外。叶景都，我要告他，他杀了我父亲罗斯福，我亲眼所见，可为人证。叶景都在犹豫什么？这是杀人命案！叶景都，你身披一身警服，说着守护一方太平，保护百姓，现在你要包庇凶手吗？既是苦主报案，我会按照合法程序将嫌疑人带回调查。你相信你看到的事情不是真相吗？举枪的那个人也不一定是凶手。身上一直有着强烈的异能。其实，在人界，异能不仅能化恶，还能化人。原来他本身就是异能化成的元气。只要他在附近，我就能运用异能控制时间。刚刚那个警官说我是坏人，你信了吗？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一个可怜人。如果是他误会了你，那么明天，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？诸位，药效即将发作，回城的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，请诸位立刻随我下山，到山下没有雾气的地方，一切便安然无恙了。举枪的那个人，也不一定是凶手。果然是你，终于到了。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死在了我的面前。你真的能习惯吗？不是说那些外部的东西，我们习以为常的异能，就说这里人的思想，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我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，就如同人和猪。12年前有人跟我说过，高等生命体看着低等生命体的时候，就像人看猪一般。但是，不是这样的。他们虽然没有异能化物，也没有静止时间的元气，但是，他们不是猪，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。你就是12年前和他说猪和人的比喻的那个人吗？你就是杀了阿浪，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个人吗？你就是杀了罗斯福，将我困在这里的人吗？之前一直在想，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直到你刻意的让山浦跟我说了那段话。众生若是平等，那便没有纷争。可是虚怀一言，有着令人成为众生中的神的能力。一个平凡的人，有了成神的机会，那纷争就这样开始了。你想好了，面对这场纷争，你该走的路吗？平凡的人也有了成神的机会，猪也可以变成人，说的就是我。我想，我应该有着自己不知道的能力吧，极其强大的能力，而且是你需要的能力，对吗？我确实需要你的能力，来帮我完成一件事情，一件只有你能帮我完成的事情，而且足以改变所有人的命运。但现在你的能力还远远不够。你让我帮你做事，我不是任你摆布的人。你有爱的人吗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所以你也是有软肋的，所以我让你做的事情你是逃不掉的。他信你了吗？似乎是信了，不过凭他现在的异能，应该不足以帮你完成那件事吧？是啊，只能异能化物，是远远不够的。看来我要多给他一些刺激。放心吧。只要我待在他身边，就一定能知道他最在意的人是谁了。怎么没人啊？是大家看到我们上山，所以就偷懒了吗？不对，怎么了？有人趁我们不在砸了钱吧？啊！混沌店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？
这里怎么也变成这样了？出来！你们别砸了，这还有什么可砸的呀？你们！老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知道三堂主被杀之后啊，弟子们便和商会产生了冲突。那些警察像是早就埋伏好的，大伙儿一亮家伙，便被那些警察全部拿下了。唉，杜老大的商铺被商会的各个老板给瓜分了，强行低价收购啊，有些不愿意的，便每日被他们骚扰。我呀，就把店铺关了，就算饿死，也不能便宜他们。是不是他们又来砸店了？罗姐，钱包被砸了。不用担心，我来解决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可以放心在这儿住下。嗯。他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知道。这么说你是故意把他留在身边的？他若是虚怀龙的人，那他来我身边，一定会采取什么行动。如果不行动呢？诸位，如今我得到了虚怀一言，我马上就可以把帮主救出来了。真的吗？你可以救老爹？当然了，我可是钱帮的少主啊。钱帮二堂主朱雀，钱帮七堂主小七，钱帮弟子恭迎少主归来。您可回来了！您上山这些天呢，局长好几个电话说杜13不能一直羁押而不定罪，他很贼。那份认罪书交代的事儿要有原告起诉才能立案，而我们又没有原告，就只好把他们给放了。那就一个一个的找，找到可以做原告的人。靳老板，叶景路派人来说了好几趟了，您不去跟他见一面吗？业绩很重要吗？几天前警局的面子还是要给一给的，打今儿起只给一个人的面子。谁呀？得到虚怀一言的人。得到虚怀一言的人，咱们能和他结交？啊？哎，我打听到消息，商会的贾老板要请他吃饭，可他只吃那家馄饨店的馄饨。我们表现的机会来了。那家我们要去说的馄饨店，可那老板死犟驴似的。今天一定要给他拿下，我们表现的机会到了。走，来走。
哟，前几天装孙子的时候不敢出来，怎么着？想通了？敢开门营业了？还是那个价，1个银元，卖还是不卖啊？嘿，我他妈跟你说话呢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饿了，等了这么久，这馄饨我都吃不到。没看见老子在办事儿吗？这东西扔进煮食物的锅里真的很不好，还是把它捡起来吧。听不懂人话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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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还是把它捡起来吧。别！我上边有人，你们得罪了我，你们死定了！还记得前几天钱帮的人怎么进的局子吗？啊！哎呀，姑娘，我知道你是帮我，可是现在的钱帮和商会不能相提并论呢。况且还有警局呢，啊！哦，你们死定了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上面人马上就到。那就等着试试。哟，副会长您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您来了！来，这，上座，来。这位就是聆听虚怀一言的大老板吧？废话。本来今天我是不想来的，但是我听说你收购了这家店铺啊。哎，正是在下，只花了1个银元。只花了1个银元啊，那可是大大压榨了店家利益，他怎么会同意呢？这里面的门道您可有所不知啊，这叫痛打落水狗。哦，展开讲讲。钱帮您听说过吗？以前钱帮的老大横行霸道，无人敢惹。前几天进了局子了，几个堂主为了这个事儿专门上了山，就留下一些臭鱼烂虾守着钱帮。于是我们商会呢就设了一个计。什么计？我们推举罗家大少爷做会长，他提出来要在山上把那几个堂主给嘎了。然后把这个消息传入钱帮，添油加醋的撺掇他们去复仇，然后我们立刻报警。所以，为堂主报仇的钱帮兄弟遇上了你们叫的警察，然后被一锅端进了警局。你们趁机落井下石，将钱帮的店面一个一个低价收购。哎呀！真是好计策，好计策呀！哎呀，好计策！哪里呀！我闭上这臭嘴！您是知道的，我是一起跟您上了山的。这山下的事情，我一概不知，一概不知啊！钱帮的店铺都被你们收了吗？没有，至少这一家，这个馄饨店，我们永远都不敢收。凭什么？我花了1个银元呢！哎呦！让你多嘴！看清楚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位就是得到了虚怀一言的钱帮少帮主啊！瞎了你的狗眼！不要了！这个店铺我不要了，都是误会啊！我记得以前这个店铺好像不是这样的啊！是，你看这桌子都烂成什么样了？是，我修，我全都修，换陶瓷的，换成梨花木的。哎呀，老板。还有什么需求，尽管提出来，你消消气儿。过来。我听说，警局的人想约你见面。
你认识杜13？你说谁？钱帮老大杜13。有什么事儿吗？4年前，腊月初8的夜里，杜13亲自带人闯进你的布庄，是与不是？你说城里的黑帮啊？我和他们的恩怨可太多了。这些帮派在城里无恶不作，杀人掠货。我们呢，只想踏踏实实的做点小生意。可他们的人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就在你的门口打牌，一个个凶神恶煞的，谁还敢进来呀？一连几个月不开张，实在撑不下去了。除了交保护费，还能干什么呢？那这保护费，也是杜13亲自去收的。杜13？我可没说杜13，我说的是钱帮之前压榨我们这些商铺的斧头帮。哎，4年前腊月初8的那个晚上，杜13亲自埋伏在我的店面，因为我信他，信他说可以不交保护费，信他可以摆平一切。第一天晚上就出事儿了，斧头帮带人闯进我的店面要砸店，我本以为一切都要完了，可幸好杜13来了，他没有食言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们要定13爷的罪，我可以编一套谎言，就按你们编的这些罪名。放那边，这些放那边，都摆好了。我来找罗杰少爷。都这么晚了。哦，您是少夫人吧？哦，您是少夫人呐。闭嘴。是大夫人跟二夫人？闭嘴！哎呦，您可真辛苦啊！现在女孩子脾气太差了。还有那个叶景都，幸好您和叶景都不打什么交道。你闭嘴吧。我是来给你送汤的，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，在警局里为杜老大伸张正义，据理力争。虽叶景都极力刁难，但是说重点。是，警方现在已经没办法起诉杜老大，杜老大马上就出来了。哎，你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啊，我想到杜老大和徐怀龙是旧相识，我把他救出来，能够更好的了解徐怀龙，你觉得呢？好啊。哦，汤我送到了，时间太晚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小七，看好他。好。什么？不告了？所有人都不准备告杜13了，还是我们警方逼他们做伪证。为什么？这杜13入狱之前，跟商会也是分庭抗礼的。现在这些商会的人反而畏首畏尾，没有一个敢出头啊。因为虚怀一言，所有人都不敢和虚怀一言的罗杰对立啊。7日的拘留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看来我们只好放了杜13。或许我们可以从罗杰下手，毕竟他还背着罗斯福的命案呢。
老爹说，躲在背后偷看别人的人，都是在做害人的计划。我哪有啊？老爹说，越不敢承认的人，越坏。你可别乱来哦，我可是你们少主的客人。小七，没事了我是不是很讨人嫌？不该来这里啊？啊？小七他只是和你闹着玩的。少主，叶景都找您。钱帮少主还真是好手段。杜13认罪书上10几个人，都异口同声地说从未受到过他的迫害。那这钱帮偌大的基业是如何起来的？全城皆知，钱帮发家靠的是虚怀一言。虚怀一言，还真是无所不能的虚怀一言啊！少主有空吗？陪我去个地方。好啊。小七，你说你们少主是更在乎你，还是更在乎叶景都啊？反正不是你。哼。可我得知道他最在乎的人是谁，才好下手啊。你说举枪的不是杀人者，那今天就在这里把当初发生的一切说清楚。叶景都，我来讲吧。当时我躲在这里，亲眼看见，我知道你要怀表，但是你要不要试一下，是你掏出怀表的速度快，还是我扣动扳机的速度快？把手举起来。把手举起来！你这是做什么？他若有罪，我会将他定罪。叶景都，你上了趟怀恩山，怎么还是满脑子维持正义啊？你抓得了他吗？你连给杜13定罪都做不到，你凭什么伸张正义啊？罗恩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把怀表给我！给我！你相信
你看到的事情不是真相吗？有了这个怀表，就可以任意杀人，然后再嫁祸给别人。叶景都一下子就能明白的道理，难道你没想过吗？你闭嘴！你有想过吗？你拿到怀表的那一刻，你就应该知道你恨错了人。你明明知道，子弹可以被暂停，时间可以被操控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看到我举枪的那一刻，我的时间也被人操控了呢？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的。你的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就算你没杀他，但是你一出现，他就死了。因为你，对，因为我，是我害死了他，所以我更要报仇。真正的凶手是徐怀龙。徐怀龙，你能杀他吗？换作是你，力量悬殊，你就会放弃复仇吗？不会，那我更不会。小心雪莉，是他让我利用叶思佳。他想看叶思佳在你心里的地位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他是个危险的人。罗恩。我会给你父亲一个交代。你不是原来的你了，是吗？那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人。这是关键证据。我要收回去，这样也好，相对安全一些。你明天来警局把杜13接走吧，我知道你需要他的帮助。
你真的要跟徐怀龙斗吗？这是我必须要走的路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这是我一个人的路。你一直带着这个，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，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你一定要活着。走吧。见过徐怀龙了？罗斯福是他杀的。你果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。他在我心里，神一般的人。我以为那是他的预言。这不是他的预言，只是他的预告。他在预告他要杀的人。你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吗？但是我知道，他从24年前就开始等你，等你的出现。对了，有一个女孩叫雪莉，她刻意的跟着我，你觉得是徐怀龙安排的吗？雪莉，哦，就是那个女孩子。我曾经和她有过一次照面，她说待在淮安山很无趣，因为徐怀龙没有新的朋友、新的爱人，这样他就没有办法杀掉徐怀龙所爱之人，让他变得更强了。当时我没听懂，以为他在胡言乱语，没有多想啊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所以你也是有软肋的，所以我让你做的事情，你是逃不掉的。杀掉他所爱之人，让他变得更强。怎么了？你让我跟着雪莉，看她案子里头做了些什么事情，可我把她跟丢了。你没事就好。不过她告诉了我她要做什么事情。他要做什么？她说她要找一个让你心痛的人，和他做一个游戏。他若要害人，会是谁呢？小心雪莉，是他让我利用叶思佳。他想看叶思佳在你心里的地位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他是个危险的人。叶景都，你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刚刚叶警官的一位朋友来，说你一定想知道他去了哪里，让我给你带段话。他说什么？很奇怪，是个故事，教人的故事。
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鲛人落泪成珠，所以鲛人的眼泪很值钱。可鲛人们并不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的世界太快乐了，他们从不落泪。可这怎么办才好呢？于是，有个好心人拿着一把刀，杀呀，杀呀，杀呀，看到爱的人死了，鲛人就感受到了痛苦，就落泪了。源源不断的珍珠，不就有了吗？你是说，你们的目的就是杀了我，让罗杰伤心？就好比杀人只是为了取鲛人之泪一样。真聪明。你别想多了，他对我没有感情。你要是想让他感受痛苦，杀了我没有用的。没关系啊，你是第一个，还有很多人呢。但万一呢？万一你的死能激发起他的潜力，那就说明他爱你啊！你不想知道答案吗？连我都很好奇呢。没事，我感受不到疼痛的。以鲜血为线，让伟大的力量降临吧。很奇怪，是个故事，鲛人的故事。他说他要鲛人弃珠，他等着你。走，你快走！你终于来了。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那股异能凝结在你体内了？对，我做这一切是为了帮你突破异能的极限啊！痛苦，唯有痛苦。有进步了，但还是不够。不要！你这个疯子！在你来到这里之后的元界，为了异能的突破，不断制造着杀戮。掌握着异能化气的大异能师降世，成为了元界新的主宰。开天换日，多么美好的场景！来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加油，你快突破了。差不多了。他们说，为了让鲛人记住，他们会不断的杀人，杀鲛人的爱人。接下来，他会杀你身边的人。别管我了，没用的。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
我想要的，要不到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，因为我是警察。快跑！你这是干嘛？你一定要活着。这就是被异能化气所伤，果然是被选中的人。他已经感受了3次死亡之痛，积累了愤怒之气，还差3次失去，就能彻底突破了。元界有救了。可他的异能化气只在人家身上弄了这么小一条口子，不够，我要再帮帮他。小七，别闹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呀？是我武功变弱了吗？我一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。小时候，我爹就是这么哄我的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不是还有我吗？要是我听老爹的话，一直跟着你，是不是
你就不会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了。你要听话，因为我答应过老爹，我要保护你的。我小七说过的事情，我就一定要完成它。所以，你以后不要趁我不注意乱跑，好不好？不许骗人哦。护他，他要活着，他要活着才能完成我的大业。好久不见，收手吧。无论你们做的事情是什么，但都不要以杀人为代价。你怎么变得和罗杰一样，一副不识抬举的样子？不过呢，虽然我是虚怀先生的人，但我也心疼罗杰。他一副一定要和虚怀先生作对的样子，结果只能是死啊！你不想救救他吗？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救活他的方法吧。老爹，小七啊，来，陪老爹坐坐吧。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朱雀，让他陪我打一架。就今晚陪老爹坐坐，还不行吗？明天吧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打败臭朱雀，我要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前帮敌。小七，哎呀，明天吧，老爹，以后我天天陪你。我先走啦。那个罗杰，他怎么啦？我一提到他，你就不想走了是吧？我这闺女啊，从小在南窝里长大，整天跟他们打呀闹呀，争第一，身上脏兮兮的，也不知道要是出嫁了以后，会是个什么样子。老爹这次给你挑的丈夫怎么样？他嘛，武功时灵时不灵的，看上去很弱，有时候又忽然很厉害。但是什么？看见他受欺负，看见他难过，我心里感到酸酸的。这个样子好奇怪哦。所以啊，你也不想让他难过，是吧？我不会让他难过的。看来他确实是很好，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呀？死？他为什么会死啊？老爹，你怎么了？
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？没有什么烦恼，老爹已经想好了解决的办法。13爷，你的面容已经做好了。我等你很久了。有一件事情，我还是想不明白。说吧。杀我所爱之人可以让我突破异能极限，异能极限突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？想知道答案，那你就上前来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是为你死的，为了不让你和虚怀先生斗，为你死的。叶思嘉也是为你死的，罗斯福也是为你死的。他们都不想小青、朱雀，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为你而死，直到你突破异能的极限，直到你能完成虚怀先生一生的夙愿。你们算错了，我死了，你的算计就会功亏一篑。虚怀先生在监牢等你。该说你蠢，还是聪明呢？这应该问你啊，是你千方百计的想提升我的异能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想用我这颗棋子下一盘怎样的棋呢？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。哼，只可惜，现在是你死的时候。自古以来，人类和天斗的故事有很多，但他们只用了一个方法：精卫填海，愚公移山。虽然你强我100倍，但你的异能总有一刻会被消耗殆尽。很好，你比之前强了很多。我对付你还是轻而易举的。
么？还有招吗？你下手可真狠呐！雪莉要杀我身边所有人，若是不让您假死的话，等雪莉自己出手，那恐怕就是神仙也难救了。您放心，我瞄得很准，一定不会伤你性命。小七没事就好。他们想害的人到底是谁呀？死也死过一次了，该还的恩也还了，接下来该怎么选，看你自己了。还是不行啊！我提醒你，今天这些人到这里，都是为了你。你以为你和他打了平手，但其实他刚刚才使出了1成功力。没事的，现在你慢慢可以和他匹敌了。他们皆因你而死，你的愤怒之气已然沸腾，此刻只差最后一人，便可彻底突破。觉醒吧，我姐！不！异能化气，原来真的可以异能化气。你刚练成，还很弱。是吗？此刀为双刃刀，进1寸则杀你，退1寸则杀我。敢让我死吗？看来天平朝我这边倾斜了。你说，人力是否可以破天呢？是时候了。是你？你是谁？我是你，我就是你。24年后的你，你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我要做的事情。你从原界来到这里的时间是 X90年，这一切发生在5年以后。一个叫齐尔萨的披萨异能师误杀了自己的爱人，但他却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在只有欢乐的原界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痛苦和伤心。这种新的感受让他的异能大幅提升，突破了简单的异能化物，
做到了前人从未做到的异能化气。希尔萨蛊惑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他的信徒，通过杀死自己至亲至爱来突破异能的极限。元界变成了地狱，而他由于先一步升级成了异能化气，成了无上的王。要想阻止他，要想拯救元界的众生，就必须在他之前练成与他抗衡的力量，再通过时空门回到过去。我必须要在浩劫发生之前阻止他，这一切是我为你选的命。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命。突破极限，异能化气，靠的是失去挚爱的痛楚。想要达到顶峰，足以和他对抗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你我元神相通，我能让你感受这个世界上最极致的痛楚——死亡之痛。愿我之死能换我族万万人之生。我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凭什么我只能是异能的载体？凭什么我不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？不行，不能让他毁了这一切。快回去！欧罗拉时空之门就要打开了，发生过的事情可以被改写。救他，你的急就要好近了。
你要走了吗？不，我要去把他们救回来。